或是博伟，就是身边也有很多就是很漂亮的女生朋友啊，有没有机会邀请来当嘉宾？可以，我绝对帮秋生哥安排一下。对啊，就是找一些有很多女生吗？我很少，但是我们就是稍微可以就是去。只开酒店。你不要乱讲话啊！你会期待跟我们变成真正的朋友吗？结婚啊！我跟你们两个结婚。哇，好像啊，都不太行哦。现在就结拜兄弟。好，结拜兄弟可以，可以，结拜兄弟可以。那想请问秋生哥，既然有说有计划要移民来台湾，那目前的这个进度呢？这个进度啊，有工作的地方我就去了，是吧？工作多了就留下来，很自然。那这个流程是有在准备当中吗？就是移民的这个流程程序有在准备当中。起码暂时这1个半月我是移民过来的。对你这1个半月绝对是要陪我们到底。对，好不好？我绝对不会让你拍完之后还是要再多留大概1个月。对，我已经答应秋生哥说会带他去花莲，就我的家乡走一走，然后看看海，因为他说他比较喜欢海，所以我想会带他去看海，然后会去也会去山里面走走这样子，所以就当做是他一个很放松的之旅，然后就是他不要把他想成是在做节目这样子，我们就真的很放松的去3个男生的一个相处，到底1个半月这样子相处下来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这样，我觉得自己也蛮期待的。害怕就是在那个餐车的时候，觉得秋生哥生气。会，因为他就是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，会常常聊一下他以前拍电影的一些经验，这样。他说他有时候会说我生气的时候什么的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你刚刚这一句从来没有讲过。你刚刚有讲，你刚刚讲不是我讲的，是我旁边的人讲的。OK， 然后我就说，我心里就想说，如果我在这1个半月惹他生气，我应该会非常的紧张，而且会非常害怕，而且我是双鱼座。我玻璃心，所以你不要对我生气，我会很走心。明天其实我们已经有给鬼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惊喜，然后因为这其实是明天很特别，是鬼哥生日嘛，那也是刚好是礼拜6，然后我们决定在明天送给他一个最大的礼物，就是我之前就是先完成他的遗愿，就是把《我不是扛秋棒》这首歌 MV 拍好了，所以也等于是明天在他生日的时候同时上线。对，那我们号称是全宇宙同步上线，因为鬼哥现在是住在宇宙嘛，所以如果我们是说全球同步上线的话，他就看不到，所以我们要说全宇宙同步上线，所以他就可能在很远的那个地方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看我帮他拍的 MV 这样子。